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8日，雅各书1章17节安尼讲：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，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长势引起的影。三角来祈祷，赏赐阮一切的美好，甲完全的恩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永远，永无变化、永无改变的至权、信实、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创造天地万物，用智慧建立宇宙万物。你的阳光遍满伫全地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甲溃烂，阮的一生来献上婀娜无煞。主啊！阮感谢你的恩典，称颂你奇妙的作为，学罗你丰盛的慈爱甲怜悯。主啊！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，是一切美善的恩赐者。愿生命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拢是对你所赐，因为伫你无改变，嘛无天体长势引起的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